过去诈骗集团会伫网络假作是卖家来骗消费者，也毋过最近印刷假作是消费者要来骗卖家，透过假作的第三方支付网站来诈骗所以发展部今仔就甲13间第三方支付的业者来成立查核的机制，要共同来防止诈骗。第三方支付业者甲所谓发展部的官员做伙协商，用定公司合作，斗阵对抗新兴的第三方支付网站诈骗。诈骗手法有够多，过去流行骗图假是卖家欺骗消费者，最近是出现假是卖人骗真卖人的手法，透过假造第三方支付网站诈骗被害者。有问题了，我找那个第三方支付的客服，当然是假的，来联络你，然后来教你怎么操作，最后给你一个验证码。这个验证码其实就是他要欺骗的金额。共同研发了一个风险控管的系统。从这个扫描这个登录的新的网页网域到网站的内容，到他说我们的第三方支付的客服，到银行的客服去做沟通，全部都是假的。业者强调，会斗阵组成联名，建立一套防范机制，甲所谓发展部合作，将相关的诈骗案量压制落来。因为雀平台为4月开始进行广告投放，作为发展部发现，为去年到月底开始，已经接到检举雀涉嫌诈骗的案件将近1900件，其中700多件确认是诈骗，也宣布依法立管，来检视相关的立管细节。函数现在已经把它列管，就是要求他要做广告资讯的揭露的事情那再次强调，其实我们之前用网诈通报查询网，我们一直有接获民众的通报。另外，Meta 诈骗广告一直出现，先予所谓发展部罚100万，6月底又罚1500万，也传出 Meta 总部高层按算7月来台湾拜会所谓发展部，所谓发展部证实确实有这个代志，双方会就广告无实在轰炸这议题进行交流讨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